係咁唔講唔知咧，其實呢個方法咧，其實都已經有10幾年嘅歷史㗎啦。咁喺歐洲各地啦，300幾間醫院其實都有用緊呢個方法嘅。咁其實一個係一個安全啦，同埋一個成熟嘅方案嚟嘅。咁其實先都有提到第一種依家你哋依家現用嘅呢一個技術啦。咁其實佢通過咩原理去令到佢哋會有呢一個區別喺度咧？其實係就係佢呢間即係呢個方案啦，其實佢嗰個技術啦，咁佢嘅技術當然佢會話俾你聽係點解啦，但係總之佢原理其實佢就係將個頸心拉長咗，係啦，即係佢其實用一個球面嘅原理，跟住就將個頸心拉長咗，咁之後就可以令到一個即係一段嘅距離個病人都可以睇得清楚咁樣咯，係。咁用呢個手術嘅話咧，有咩病人係適用，有咩病人係唔適用，同埋病人需要注意啲乜嘢咧？係啦，咁有咩病人適用咧？其實我哋分翻有幾種類型嘅病人係可以用呢個方法係有受益嘅。咁第一類嘅病人就最基本啦，講緊係有近視啦，講緊係1000度以內嘅近視啦，或者係遠視講緊係500度遠視以內啦，或者係散光啦，講緊係500度散光以內啦，或者係300度老花嘅人士啦。咁其實佢哋都係合適可以做呢個激光矯視呢個方法嘅。咁第二類型嘅病人咧，其實就講緊係話佢曾經做過激光矯視啦，可能30年前、20年前喺第一代激光矯視，咁隨住年紀慢慢增長啦，咁令到個病人開始有老花嘅問題啊，加上佢個做完個手術之後有個回彈嘅情況啦，個度數，咁其實呢類嘅病人都係好合適可以用呢個方法，一次過解決咗佢剩餘嘅度數啦，加上可以解決埋佢嘅老花嘅問題，咁就係一石二鳥啦。咁第三類嘅病人講緊係可能有啲病人咧係做咗白內障啦，擺咗個單焦嘅人工晶體落去，咁佢開頭就可能接受到用呢個漸進眼鏡去改善老花，但係久而久之可能佢唔想再戴眼鏡啦，咁呢班病人都可以考慮用呢個方法做嘅。咁最後一類病人咧就係講緊佢想做呢個老花嘅方法啦，去改善老花啦，咁但係佢有白內障喎，咁我哋可能同佢傾咗一段時間，發覺多焦人工晶體佢覺得都係唔係好適合做，咁佢都係擔心原光呢啲問題。咁最後佢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可以做老花啦，加上佢做埋個白內障，不過就要分開2個手術做咁樣咯。咁至於你話咩病人唔適合做呢個激光矯視嘅手術，咁其實同一般年青人做激光矯視一樣啦。如果個度數未穩定啦，例如佢當時懷緊孕啦，18歲以下啦，或者係個角膜曾經受過感染，例如疱疹病毒感染啦。又或者係有啲免疫系統嘅毛病啦，例如紅斑狼瘡啊、類風濕關節炎啊，咁呢班病人其實都係唔適合做呢個激光矯視，因為驚佢角膜慢慢變薄。最後就係講緊係，如果病人係有錐形角膜嘅話咧，亦都係唔適合做嘅，因為錐形角膜嘅病人咧，佢角膜會慢慢變薄嘅。如果你再打啲激光落去咧，就驚佢真係最後會穿咗個角膜咁。係啦。有冇話做嘅時候，或者做之前，或者做之後手術之後，有冇啲乜嘢需要注意嘅事？係，咁首先我諗第一件事就要做一個篩選先啦，因為都未必係每一個病人都係合適做呢個方法嘅。咁所以我哋有一個叫做模擬嘅測試啦，視光師會幫佢 check 咗sorry 再嚟多次我係咪要再 roll 次？因為我講 check 字係英文嚟㗎嘛。根本冇問題㗎。OK，咁係啦，咁我咁又要再講一次係啦。咁通常我哋都會經過呢個嚴格嘅篩選嘅，咁會做一個模擬嘅測試。咁視光師咧就會同佢擺一個度數啦，去 check 翻佢嘅真正嘅視力啦。咁而幫佢擺一個眼睛係0度啦，一隻眼就150度，俾佢試下嗰個感覺。我哋叫俗稱係鴛鴦眼啦。咁睇下佢會唔會覺得有啲唔舒服啊、頭暈啊，或者睇啲影像有啲浮嘅感覺啦。咁如果佢可以通過呢個測試嘅話咧，咁佢就可以合適做啦。通常我哋會做2次先嘅，確保佢係真係可以舒服啦，覺得係呢個感覺咁樣咯。咁嗱，據我了解，以前嗰啲激光手術可能做完10年、8年之後，可能都會有翻一個視力，都會有翻一啲，都會有翻即係少少反彈。係啦，反彈。咁呢一個技術嘅話，會唔會都有呢啲情況？首先我諗係2個方面啦。第一方面就係如果係一啲舊啲嘅激光矯視，例如第1代、第2代咧，其實個回彈嘅情況係會高啲嘅。咁第二樣嘢其實係講緊如果係年青人做激光矯視啦，咁通常因為佢哋新陳代謝比較快啲，咁所以回彈機會亦都係會高啲嘅。所以正因為我哋呢個激光矯視技術咧，其實係比較新啦，咁同埋就即係用嗰班病人咧都比較中年嘅人士嘅，咁所以其實回彈嘅機會咧，其實相比性嚟講係會低少少嘅。咁你頭先都講到中年人嗰個回彈性係最少啊嘛。係。其實我亦都聽講話，其實嚟緊30歲做激光，可能40
始有老花嘅喎，咁你不如等到40歲先做，即係有埋老花先，一次過做其實建唔建議咁樣係最好嘅？其實就睇下嗰個人士嘅需要咯，因為其實佢想做激光矯視嘅原因咧，都係講緊係話唔想戴眼鏡，可能有唔同嘅各種唔同嘅原因，例如佢可能即係可能戴完眼鏡之後會唔舒服啊，可能佢即係好活躍嘅，成日做運動嘅，咁又或者係佢會有啲濕疹啊喺嗰啲位置度，戴眼鏡嗰啲位置度，咁佢想盡快去解決呢個問題，咁佢哋咪可以建議可以做咯。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佢覺得未有呢個需要住，咁佢係可以等到佢真係年紀大啲先做都得嘅。咁而家呢個年紀特別技術引進嚟香港幾耐？咁同埋嗰個患者嗰個反饋都係點樣？即係嗰個反饋我哋咩叫反饋啊？翻嚟嘅意見。OK， 係 feedback，OK，明白。sorry， 問咗第一次問題係咩話？因為引進咗幾耐係啦，係得，明。咁喺首先都講過啦，喺世界各地其實呢個技術咧已經有10年嘅歷史㗎啦，咁樣喺香港其實我哋就引進咗半年嘅。咁喺暫時嚟講啦，我哋都做過唔同類型嘅病人啦。頭先講過有啲係深近視啊，有啲係深遠視啊，亦都有啲人係曾經做過激光矯視而有呢個度數嘅回彈嘅。咁暫時嚟講啦，咁聽翻嚟其實大家個效果反應都好好嘅。佢哋通常咧第一下咧都會覺得咧24小時之後咧，佢哋就覺得睇近嘢咧就會清楚咗好多㗎啦。咁遠嘢嗰度咧就佢要少少時間適應嘅，講緊係1個月啊，平均係2個月咁樣。但係其實佢哋都唔會話影響到好多日常嘅生活嘅。咁所以佢哋嘅反應就好好，因為其實佢哋主要嚟嘅問題都係覺得睇近嘢好辛苦，其實佢哋。咁所以呢個正原因咧，其實佢哋就仲即係對症下藥啦。咁所以個病人都通常佢哋都好開心咁樣即係做完個手術好開心咁樣。咁有冇乜嘢邊個特別案例你係特別深刻嘅印象，即係會係一般常見嘅？係啦。咁有一個最近兩三禮拜之前啦，做咗一個病人啦。咁佢其實佢喺30年前咧就做咗個激光矯視嘅。佢本身就係400度近視啦咁樣。咁因為可能就係第一二代嘅關係啦，咁佢後尾就發現呢一隻眼就係0度近視，另外一隻就去到反而調翻轉去咗300度遠視咁樣。咁個病人就會覺得好頭暈，因為佢兩隻眼個度數差距成300度啦。咁加上佢有埋老花，咁其實就好辛苦咁樣啦。咁佢都即係可能都想解決呢個問題啦，都揾過唔同嘅眼科醫生，但係其實每一個眼科醫生都講話做唔到，因為其實話佢個角膜唔夠厚啊，就做唔到呢個激光矯視咁樣。加上佢都冇呢個技術，咁所以佢都即係都唔好開心啦。直至佢哋知道咗我哋有呢個新嘅方法之後啦，咁我哋就睇過佢情況啦，發覺其實佢都仲可以做嘅。咁只要我哋加多啲少少嘅技術落去咧，其實就可以幫到佢噶啦。咁最後就幫佢做咗啦。咁都係如佢所願啦。咁我哋就幫佢做翻150度近視，咁其實就幫到佢睇到近嘢之餘咧，亦都冇咗嗰個鴛鴦眼嗰個浮動嗰個問題咁樣咯。係啦。咁你頭先都有提到嗰個角膜厚度嘅問題啦。咁有冇話做幾多次就唔可以做，或者去到個角膜薄到邊個程度就係啦。即係冇得做？其實視乎情況嘅，因為睇下一來要睇個病人個角膜有幾厚啦，二來要睇下佢個度數有幾深啦，即係佢個近視或者遠視，甚至乎散光有幾深啦。通常我哋醫生嚟講咧，就會睇翻佢，我哋會有啲數係計翻嘅。咁如果發覺佢計完之後，佢個角膜剩翻若干嘅厚度啦，咁佢就可以做啦。如果佢係薄過嗰個厚度就唔做得咁樣。係啦。咁如果我哋國內嘅患者過嚟嘅話，其實你哋有冇話規定其實我哋主要咧就希望個病人啦，因為佢可能都要搭飛機啊，或者搭火車落嚟啦，山長水遠。咁其實我哋都希望即係知道，即係俾佢知道其實我哋事前咧，通常咧佢哋有啲會之前係戴開隱形眼鏡嘅。咁我哋都希望佢即係臨嚟做評估檢查之前都可以停戴呢個隱形眼鏡1個禮拜啦。咁因為戴咗隱形眼鏡之後咧，佢會影響咗角膜個弧度嘅。咁我哋做啲檢查就會冇咁準㗎，咁所以就要停咗1個禮拜之後，等佢回復翻正常，咁我哋就可以同佢即係度得準少少咯，啲度數就可以咁樣，係啦。唔該晒。OK，唔該晒你。